位是水分嘅源头天，一家落去看得清楚。阿乐耶！哇，我今天来跟你学做米粉，没想到你这边已经做好按多哎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每天几点开始5点。点哦。我可以带你进去里面看看。好，好，来我们里面。我看你已经汗流浃背了。对啊，来里面请。这是我先生。哦，嗨，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在教我们做米粉。好，果然做米粉就全身都会弄到全部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面粉。好啊，那我跟大哥来学。来。好，谢谢。大哥，这个里面弄好这个半胚之后，它也煮熟了就对了。在里面呢，先蒸熟，再来下来搅拌，把它打到有那个 Q 度出来，才可以来油压。而且我看你这样来来回回要几次啊？你次数越多的话，它 Q 度越多。真的哦。所以你不能偷懒。那最基本要几次？最少要5次以上。5次以上。对。可是这个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啊，我拿一个，好烫，怎么那么烫？而且你还可以闻到它淡淡的那个米香。真劲呢，好香哦。好，所以那我帮忙你好不好？很烫哦。好烫哦，太烫了，你都不会觉得烫吗？我们已经没什么神经了。这接着下一步是马上挤下去煮了。对，它下面有一个铁模子，它就是控制我们米粉的粗细，看你客人他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们配合客人。除咗用菜來米做原料嘅米香鹽米，泰國其他道能愛研發嘅反瓜口味嘅米粉，純手工削皮，細火溫做用，切米濺出一絲一絲嘅金黃，特別上人注意哦。另外，老北鋪用農場來蒸熟嘅菜粉冇咁樣，粉然係用水煮到半熟嘅水粉為主。而且這種顏色看起來有沒有很像那個蛋黃面一樣，好鮮豔，好漂亮哦！這個都不加色素，純天然，所以它也會褪色。可我看你們怎麼那麼厲害，這樣一抓2把就知道要多重啊！這個就是老師傅的經驗啊。真的嗎？對啊，這樣子1把，這樣1把，然後這樣上來，對，上來，對，然後再1把。啊，我怎麼用都很難。就這樣來，一桌1把，一桌1把。像老師傅啊，他們做那麼久啊，這樣子就是1斤的。真的嗎？對，很精準。你用久了就知道，这要最少要2、3年才会啊。真的。对，所以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哎。对啊，这个位置的话是我们所有生产线里面呢，最难学的一个部分。老师傅在这边最少要3年，就你感觉的滑嫩最少3年，然后让它有成型，最少也有3年的时间。我天哪，看似最轻松、最舒服的地方，可其实最难的。对，是最难的。做太子一直堅持良心事業。搭鋪都係實實在在嘅做，各種原料都唔驚成本高，絕對唔會加添會害人嘅成分。因為佢到底，呢就係長久經營唯一嘅路。將安用嘅理念，行家係詳細嘅教本下二胎，延續傳承。用我們烘乾的地方。要到邊上運動太少哎，對啊，很熱啊，非常熱。真嘅，我一入來就像進到烤箱一樣。對，現在的話，現在是目前到65度左右。65度哎，但像起頭要到邊一下，你就會吃到個冇辦法調氣耶。對啊，對，只有成都下來，先是悶熱，然後又變涼，然後現在就是另外一種烤箱。對，你們這真的是活生生的3溫暖米粉。對，非常的熱。像這個我們放進來，這是快幾久哎？這個現在4個小時後才這樣而已哦。啊，這個嘞，如果到這邊來，到這邊的話就差5個小時。5個小時，那到完全不會着恩用哎。這邊的話正常的是只要4個小時。這邊待4個小時，4個小時，然後我們再出去外面第2個步驟都是在室內，所以它很悶。只有這邊是屬於65度，可是它有點開放式。那下一間會是幾度？下一間的話一樣是65度，可是它是蜂蜜的，我們人不用再進去了。哦，對，這是前4個小時要翻是？對，要翻，要幫按摩。為什麼要按摩？這樣的話到消費者那邊，它吃起來才會滑嫩，不會這樣打結在一起。哦，對，原來如此，這樣會滑順這樣。對，它比較滑順，而且最主要它不會打結。熱發發嘅高溫已經本人都唔掉咧，行嗰啲溫度高到65度嘅配酒室底度扮上扮下，底度嘅情形，行卡係本外人當然了解體會嘅。